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下早新闻咱讲到观音庙，另外细汉捌听过时大讲好事来歹事煞，观音佛祖来拜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观音的观，这个观就是详细看意思，像咱讲观看观察，这是文音。另外鼻音读做观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这就是观光，观光就是旅游行搭。第二个词乐观，就是凡事拢想为好的一面去。乐观这个词，伫咧89年前台积大书店就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有一句话讲“观今宜庆古，如古不成今”，意思是讲咱来摕过去的历史来做经验，嘛爱较乐观的。像讲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嘛是步速进展，伫咧拼观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“观”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做“观”。提供给大家来参考。